弟姑啊，擦完桌椅就帮我去送抢凑场。哎呦，不要啦，我不认识他们。去了不就认识了？万一我迷路了怎么办？那你离家出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嗅到会不会迷路？我差点就要迷路啦。不过，嘿嘿，我又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来去赶去。回来哦，还有灰尘，叫你吃下。哎呦，阿婆，你有没有听到刚刚有个阿婆？哎，妈妈小声哎。不可以啊！你生病怎么可以吃这么少啊？而且那么老，不吃病怎么可以好？赶快吃啊！等一下你在家休息啊，哪要出去？去哪里啊？还会去送药的，很多人订不去不行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牵车啊！这么干哦？万一油晕倒怎么办？公，已经好了，我已经好了。走啦走啦！